師傅所說56節按樣講到，用好好呢個日子呢個時間，因為今下嘅日子啊，就係咩按好嘅日子啊，所以呢呢個經書教大家好好用呢個日子，但係呢，因為是跟人類世間你喺度設計嘅日子，出係蠢到嘅日子，所以自家好好用啊，好好用到唔會行錯路嘅嚟，因為睇呢個師傅所說57節人樣講到，你唔好按牙樣啊，但係自家係用功去分辨上帝嘅合意，係咪意思？自家去分辨上帝嘅合意，自家蠢到日子喺世間裏邊，上帝合意乜嘅呢？當然上帝合意，自家相信佢，自家認識佢，因為呢啊，上帝嘅愛安排佢，係幫助自家嘅叫自家，是到自家嘅靈唔係滅亡，自家世間你喺度蠢嘅時間，唔係跌下痛苦，唔係跌下各樣嘅問題，佢愛幫助自家啊，所以佢係自家好好用，佢就佢嘅合意用，佢嘅合意。佢熱天嚟幫助自家，更加通齊嚟多讓自家，所以自家係信任耶穌基督，做自家嘅救主，做自家嘅天父，做自家嘅上帝。阿門。